你好，呢度係越精彩視覺中環，我係芬妮。7月26號嘅深夜，四川成都暴雨傾盆，雷電交加。就喺呢個風雨交加嘅暗夜裏，出現咗極具戲劇性、極具政治隱喻嘅一幕。一個年輕人避開咗中共無孔不入嘅層層保安，一級一級咁登上咗成都第一大廈，標高468米嘅蜀風大廈樓頂。佢戴住一張面具，喺夜幕同狂風驟雨之間，燃點咗一枚耀眼嘅紅色信號彈，一團刺眼嘅紅光就咁樣喺400幾米嘅高空劇烈燃燒起嚟。雖然相關嘅影片喺互聯網上出現後，幾乎好快就被審查機器全面刪除，但呢個畫面就喺海外好快熱傳。佢唔係一場為咗博眼球嘅行為藝術，而係一次無聲但又震耳欲聾嘅政治吶喊。我哋先睇下佢面上嗰塊面具，呢一個唔係隨手買嚟嘅萬聖節道具，而係一張有住清晰政治血統嘅面。呢一個係西班牙爆款劇集《紙鈔屋》入邊以超現實主義畫家薩爾瓦多達利為前形嘅面具。如果你了解流行文化，就會知道紙鈔屋嘅核心描繪係一顆反英雄去掠劫一個國家嘅金融機器與中央銀行，以此嚟揭穿體制嘅虛偽與不公。而貫穿全劇嘅靈魂主題曲係嗰首著名嘅 Bella Ciao 朋友再見。呢個係一首意大利反法西斯游擊隊嘅戰歌，因此呢一張達利面具天生就帶住抵抗暴政嘅底色。我哋再睇下細節，呢個年輕人手上攞嘅嗰枚紅色信號彈，與劇中反抗者嗰身標誌性嘅紅色連身衣，喺視覺與色彩上達成咗完美嘅自治。呢一個就講明佢唔係隨便蒙上塊面就走上樓發洩情緒，佢係極為熟練咁調用咗一整套喺全球流通嘅反抗符號。呢個為我哋寫出咗一個聯網嘅具備跨國文化識讀能力嘅年輕異見人士形象。當一個人願意冒住極大嘅人身與政治風險，只係為咗喺一座城市嘅最高處被看見咁樣一眼時，呢個本身就講明咗中國社會底層嘅絕望與不甘已經升級到咗景觀化嘅近乎自毀嘅地步。更具諷刺意味嘅係，佢選擇嘅呢一座地標蜀風468，呢一棟修建咗13年，幾度停工，而家爛尾嘅第一大樓本身就係一則巨大嘅隱喻。佢係呢座城市曾經停滯嘅野心，更加係中國整體經濟下行、房地產泡沫破裂最龐大嘅一個實體主腳。喺一個巨大經濟廢墟嘅頂端燃點反抗嘅烽火。呢個情景精準咁勾勒出當今中共國嘅真實狀態。江湖之遠已經有人孤身登高，表達住底層嘅崩潰同絕望；而殿堂之上刀光正緊，中共元老與核心權力圈正係展開一場你死我活嘅彼此清算。就喺成都嗰枚信號彈熄滅嘅第二日，7月27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委嘅網站上掛出咗2份通報，一係通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前黨委書記、董事長金曉健被查，另一個係同一家公司嘅前黨委副書記、副總裁王明陽被查。呢個絕對唔係一宗孤立嘅國營企業貪污案。如果我哋將時間線拉長，你會發現一個令人咋舌嘅數據：由2024年到而家嘅短短2年內，中海油已經有近20名高層先後落馬，其中包括中海油原董事長王怡林、原總經理李勇、原副總經理袁光宇等重量級人物。呢一場清洗涵蓋咗上游勘探開發，譬如天津分公司裝備與油服中海油服、煉化與物資採購中海煉化，一直到下游嘅大型工程建設海油工程。
呢種針對單一中央管理企業連根拔起式嘅密集反腐敗，喺中共建政史上係極為罕見嘅。呢個講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嘅專案組完全係攞住內部嘅人脈圖譜同利益賬本，喺進行一場毫無死角嘅安圖索驥嘅殲滅戰。中海油點解咁重要？點解習近平非要對呢度落死手？因為呢度正係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嘅大管家、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嘅龍興之地。回顧歷史，曾慶紅喺1979年擔任咗中共國家計委主任余秋里嘅秘書。余秋里係中共建政時嘅中將，更加係大名鼎鼎嘅石油工業部部長，亦係曾慶紅嘅江西吉安老鄉。憑住呢一層關係，曾慶紅喺1983年到1984年間出任中海油聯絡部副經理、石油部外交事務局副局長等要職。事後有住江澤民軍師之稱嘅曾慶紅喺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大肆提拔培植石油系統嘅親信，長期喺幕後控制住中國嘅石油行業，被外界公認為石油幫嘅真正幫主。而家我哋將鏡頭再拉高一啲，睇下成張棋盤。今年1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落馬，軍方定嘅調係7宗罪，核心一條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呢幾個字係乜嘢意思？翻譯過嚟就係佢被官方定性為試圖架空最高領導人。接住係王岐山呢條線。據獨立時事評論員蔡慎坤爆料，張又俠已經承認曾經企圖政變逼宮，而呢個計劃得到咗王岐山、曾慶紅以及部分黨內元老嘅支持，而且計劃爭一啲就成功啦。同呢一條爆料相呼應嘅係王岐山舊下屬呢段時間嘅密集落馬。近日被查嘅就有金融系、證監會前副主席嘅方星海，啱啱宣布嘅仲有崔鵬，傳聞中嘅有江金權亦相繼出事。而王岐山本人，美國外交家雜誌話佢已經被軟禁。另有坊間傳聞表示，呢一輪大清洗源於張又俠同王岐山本嚟打算趁一次南京軍事會議，趁習近平視察軍隊之機動手，再嚟一次西安事變，結果走漏咗風聲。之後張又俠、王岐山嘅舊下屬又被捕，而而家輪到曾慶紅啦。消息表示，習近平喺黨內最有實力嘅對手，而家只係剩低2個人，一個韓正，一個曾慶紅。韓正被形容為身體健康、厲兵硃馬多年，背後有整個江曾派撐腰嘅司馬懿。而論樹大根深、老謀深算，仲要數曾慶紅。由目前嘅局勢嚟睇，呢一個傳聞嘅邏輯似乎係通嘅。當廟堂之上嘅元老仲喺為權力做最後嘅決鬥，當專屬項目組仲喺為徹底查抄石油幫嘅賬本而挑燈夜戰時，中國嘅大地上社會治理嘅決裂已經喺底層全面蔓延，高層嘅政治高壓同清洗直接導致咗整個官僚體系嘅退出競爭同施政欠積極。而為咗打擊政敵所採取嘅經濟收歸國有同行業整頓，又毫不留情咁摧毀咗民營經濟嘅活力，最終承受呢一切代價嘅係千千萬萬面臨失業、減薪甚至生存絕境嘅普通民眾。呢幾年我哋睇到咗太多底層禍害報復社會嘅極端事件，但7月26號成都蜀峰468大廈上嘅嗰一顆紅色信號彈就有住截然不同嘅性質。呢個唔係為咗追討欠薪嘅盲目發洩，而係一種帶有強烈政治覺醒意味嘅公開反抗。呢個戴住達利面具嘅青年冇留低任何宣言，但佢所表達嘅含義已經令呢一個龐大嘅維穩機器感到膽寒，因為佢證明咗一點：中共高層為咗維護本身嘅統治合法性所編織嘅所有罪事，喺底層民眾，特別係年輕一代眼中已經徹底破產。曾慶紅或者真係形勢不妙啦。
喺習近平呢一種雷霆萬鈞、不顧一切嘅清洗手段面前，就算係曾經權傾朝野嘅慶親王，最終亦都難逃避軟禁或者清算嘅命運。打敗曾慶紅或者能夠令習近平喺21大前夕獲得暫時嘅安全感，宣示佢絕對權力嘅無可動搖。但係呢一場絞肉機遊戲唔會有真正嘅贏家，打敗咗一個曾慶紅，體制內仲會孕育出無數個面目模糊嘅兩面人；清洗咗一個石油幫，仲會有無數個利益集團喺暗中蟄伏。只要呢種逆淘汰嘅極權體制仲喺運轉，中南海嘅安全焦慮就永遠無法平息。而最致命嘅威脅早已經唔在黨內，廟堂之上嘅互相排擠與江湖資源嘅孤身點火，正形成一種奇妙而可怕嘅共振。當體制內嘅官僚喺清洗中騰騰震，當體制外嘅青年選擇戴上面具走向大廈，呢個政權正喺呢種上下兩端嘅極致壓迫中，不可逆轉咁滑向最終嘅死局。呢度係越精彩時局縱橫，多謝你嘅陪伴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等我哋一齊喺動盪中堅守真相，喺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會。